我是何英泰。我是王一晨。那何英泰的个性呢，其实是比较也内向，比较不近，跟人家比较没有办法太多的接触，严重接触。然后王一晨个性就跟何英泰完全的互补。我是小资女孩吧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激活，然后热心，但是不像一颗太阳，很温暖。是我们其实个性还蛮互补的，在角色上面蛮互补的。那因为我之前我还没进劳体盟的时候，在那时候当老警员的时候，我是比较理性层面多一点点，他是比较感性层面多一点点。然后我们经由一些事件去带入一些剧情之后，反而我们就有一些东西，我变得有一些时间点变得比较感性，变得比较理性，就是比较有改变的，就是这个。我可能讲一讲，就是换他讲的时候，他会帮我补充一些，可能就没那么法条，比较没那么硬的词汇去帮我补充大家这样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他冲了康，我要去帮他圆回来。就是他说话很不中听。他其实对，可能比较不讨喜，因为他比较讨喜。